了阳春3月，又到了梅子时节，中国的杨梅之乡在哪里呢？资深的吃货一定不会错过湖南荆州。荆州杨梅享有江南第一梅的美誉，或许太爱吃那酸溜溜又甜滋滋的五彩杨梅，荆州的苗族姑娘们干脆把它装饰在了发型上。荆州是湖南、贵州的山水交汇之地，也是多元民族的融合之地，居住有苗、侗、汉等25个民族，其中苗侗民族占比74%，被誉为苗侗祖地。这里的苗族历史源远流长，与5000多年前的九黎、尧舜禹时期的三苗以及古楚国之苗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。受战争迁徙影响，苗族先民引入了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，在这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代代传承至今。山同岭，水同源，歌同声，苗族侗族在这里服饰习俗相通，高度融合，即使语言有别，也能够平行交流。他们的服饰以纯银饰加手工织绣为主，蓝底刺绣含有大量的万寿纹以及蝴蝶妈妈图腾，一套价值高达3万元。在优美清新的自然中，苗族模拟大自然的和声音律，创造了独具韵味的非遗苗族歌声，至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，被誉为深山瑰宝、天籁之音。每年农历3月3，他们都会举行大茂歌会，2省各寨都来参加，以歌会友。每年农历4月8也非常热闹。据说这是纪念女英雄杨八妹的姑娘节，这一天外家的姑娘们都会回娘家过节，唱大歌，组龙头宴，采早熟的杨梅。那盛装采摘的画面，不知是美丽的姑娘入画，还是青涩的杨梅醉了姑娘。有时间来荆州品江南第一梅，相信苗乡侗寨的山歌、油茶、高山流水，一定会让你宾至如归。